1978年，阿根廷佔盡地利，首稱霸。1978年世界盃決賽周再次返到南美洲，係由太陽之國阿根廷第一次做地主國，不過亦都好諷刺咁，被外界認為最黑暗嘅一屆。隨住世界盃經過50多年嘅發展，已經漸趨成熟，加上全世界經歷咗1970年代嘅經濟起飛，令到更多國家同埋地區願意派隊參加外圍賽。於是喺呢一屆比賽係第一次超過100支球隊參加，所以呢一屆比賽亦都係最後一次只有16支球隊可以參加決賽周。歐洲傳統強隊英格蘭同蘇聯就連續2屆比賽都未能打入決賽周。當時嘅歐洲盃冠軍捷克斯洛伐克亦都未能入圍，好在西德、意大利、荷蘭、巴西同埋阿根廷呢啲球隊仲喺度，令到呢一屆比賽都係充滿趣味。不過嗰陣時候阿根廷由軍政府掌權，呢個軍政府非常希望利用呢次世界盃作為宣傳，所以阿根廷為咗贏得冠軍，可以講得係無所不用其極。首先係荷蘭球王告魯夫，因為驚喺阿根廷被暗殺，於是放棄隨隊參加比賽。不過荷蘭仲有尼斯堅斯、海恩同埋蘭辛布寧等名將，所以就算冇咗告魯夫，都能夠喺第二階段分組賽壓倒意大利同西德2大強敵，攞到決賽嘅入場券。至於另一支晉級決賽嘅隊伍，當然就係不奪冠誓不休嘅阿根廷。阿根廷喺第一階段分組賽贏咗匈牙利，同埋擁有法國球王帕天尼嘅法國，但係就喺第3場嘅分組賽以0-1輸俾意大利，所以只能夠獲得小組第2名。就係咁，喺第二階段分組賽就要同宿敵巴西爭奪晉級決賽嘅資格。阿根廷同巴西喺第2階段嘅第一場比賽都贏波，然後第2場交手以0-0完場，所以就要睇第3場分組賽嘅結果嚟決定邊個係小組首名。巴西率先以3-1擊敗波蘭，於是阿根廷就需要至少贏到秘魯4球，先能夠喺得失球差壓過巴西攞到第1名。結果阿根廷就以6-0大勝，從而取得決賽資格。呢場比賽結束之後就被外界認為係打假波，畢竟對手喺第一階段分組賽係力壓荷蘭嘅黑馬，而且相關嘅傳言亦都好多，譬如話秘魯球員被威脅，如果唔輸波嘅話，就可能被阿根廷軍政府就地正法。又譬如話秘魯因為輸咗呢場比賽，於是獲得阿根廷政府提供糧食協助等等。後來亦都有相關球員嘅回憶錄，斷言阿根廷球員喺比賽之前注射咗興奮劑，影響咗表現。總之就係外界睇嚟，阿根廷喺呢場勝仗贏得並唔光彩。不過所謂成王敗寇，阿根廷就係入咗決賽啦。阿根廷喺決賽展現技高一籌嘅表現，先由金巴斯喺38分鐘入咗1球。荷蘭嘅南寧加喺82分鐘追和，令到比賽進入加時階段。金巴斯喺加時上半場完場之前扭過1-3嘅神技之後，將波送入荷蘭嘅網入邊，令到阿根廷再次領先。然後巴東尼再添1球，協助阿根廷鎖定以3-1贏波，第一次攞到世界盃冠軍。相反，荷蘭只能夠連續2屆比賽都係輸俾地主國而屈居亞軍。國際足協喺呢屆比賽正式設立個人獎項，第一階段冇入波，但係就喺第二階段分組賽同埋決賽連入6球嘅金巴斯，成為呢一屆比賽嘅金靴獎得主。意大利嘅卡邦尼成為最佳年輕球員獎得主。首次設立嘅公平競技獎就由備受爭議嘅阿根廷攞走。對公平競技呢個詞語嚟講，或者係相當諷刺。